5月18号下午3点半，这个宝顶这不被拆了一半，拆了一半。现在穆斯林都在这里捍卫清真寺啊，我们的穆斯林都现场都在捍卫清真寺，看到没有啊？现在大家都在这儿捍卫，白明黑夜要守护我们的清真寺，不允许任何人动我们的清真寺。我们要有个态度，抑郁安拉保护下来是安拉抑郁的，但是我们要有个态度，安拉给我们让我们穆斯林有一个态度，知道吗？现在是5月18号3点06分，我们就在现场，现在兄弟姐妹们都在这里守护啊，所以没有什么这样那样的网络上发那些东西，我们都在守护。现在清真寺我们白明黑夜都要守护，所以我们只是现场，现在是真实的啊，这是真实的。现在大家都在守护，白明黑夜都要在这里守护我们的清真寺，不允许任何人来拆。所以不要听信互联网上这样那样，大家赶过来守护清真寺，赶过来。清真寺啊，我们到达清真寺，现在清真寺还拆了一点点。这个顶子拆了一点点，现在大家都在堵，现在没拆，先堵。我们要继续，我们捍卫我们清真寺，怕死我们就不来了，对不对？我们要死了还换个扯黑的呢，还赚大了呢，谁怕死？我一个女人都不怕死，一个男人爷们儿还怕死？清真寺就是我们的命，知道吗？是我们的命，清真寺。现在是5月18号下午3点23，实时报道啊！现在把这个顶子拆到了这些，然后被我穆斯林堵住啊！兄弟姐妹们都在拦，堵住了，堵住。现在暂时没拆，但是我们需要白明黑夜守护我们的清真寺啊！我们要守护，我们没有必须要给我们一个说法，然后保护我们清真寺，不许拆我们的清真寺。捍卫清真寺是安拉让我们要我们一个态度，我们要有一个态度，知道吧？安拉来保护抑郁，对。